有79人购买烟品8074条，所以另有收押与离退人员3人450条，以及尚无法查明身份的绰号8组，共1262条。那么针对有关日前发生这个涉嫌利用元首出访违法私烟遭检方来查获9800条的这个案件，那么今天总府在这里要跟各位来做有关的这个调查进度的一个说明，有关本案所涉及的人员清查的部分。那么目前的清查结果大概分成2个部分。那么第一是各单位当事人的自清自检的部分，这个部分目前确认有79人购买烟品8074条。第二个部分，另外是根据本案所起获的，也就是这个订购表，华航香烟订购统计表，那么与这个自清的部分交叉比对，所以另有收押与离退人员3人450条，以及尚无法查明身份的绰号8组，共1262条。那这有关绰号的部分，那么因为本案的承办人员吴宗宪目前在押，正风的这个行政调查无法向其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跟他做询问，所以有待司法单位来调查厘清。所以另外根据我们的这个初步清查，那总统府以及国安会也就相关的人员是否涉入本案这个免税烟品的订购进行清查，初步确认本府跟国安会并无政务人员、机要人员来参与上述的免税烟品购买。那么有关后续的作为部分，那么为了要厘清本案的真相明确责任，查不法专案小组目前会持续来约谈相关人员并且厘清过去历届的违法购烟情况。那么同时，专案小组那么也将来继续配合检方的侦办，各项这个本案调查的资讯呢，也会完整的提供给检方来做后续侦办的需要。至于其他相关人员的这个涉案人员的这个部分，那目前除了就所涉的情节来进行惩处之外，另外考量元首的维安，那么将由特勤中心那么视整体维安任务的需要进行必要的实务调整。这个是有关这一项这个目前我们所进行的这个调查的一个进度说明。那另外在今天的中午，那么我们新任上周五上任的邱国正国安局的邱局长，那么也向总统面报有关目前在国安局相关的这些清查，那么以及后续这些策进的一个方向。那么有关后续总统有交代说要1个礼拜之内提出这些报告。那这个部分我相信在预计这个在近日国安局应该会对外做说明。